即马国内这流感的疫情是当咧行，疾管署是呼吁民众赶紧去做预防针，尤其是老人甲囡仔呢，拢建议爱赶紧做。即马是有病院推出用喷的流感疫苗来代替注射，也毋过目前是无健保的，就是爱家己来开钱。 流感疫苗免注射，改用喷片仔的嘛会使。有的囡仔惊注射，所以有病院推出喷片仔的流感预防射，用喷的，毋是用注的。虽然爱自费，但是家长也真愿意开这条钱。鼻喷剂就是，其实事前沟通都会他会比较安心一点，因为没有侵入性，会比较舒服。然后就是他恢复情绪也比较快。 疾管署表示，国内的流感已经是流行期，公费流感预防射10月份已经开始注射，建议老人甲囡仔拢爱做，避免感冒变重症。医生表示，儿童患着流感会一直发烧、烧真悬，严重会引起肺炎。呼吁家长爱带去注射，也是用自费喷片仔的。基本上，我想打针的部分，它的效果跟 喷鼻子都是有验证过，都是有效果的。双方都痛苦的状况之下，有一个选择。那我想也是提供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，让他们来选。不管是注射也是抽血，看到针头的囡仔拢会惊。为着减轻因的压力，北医也对日本引进微量抽血技术。10分钟、5分钟报告就会出来的。会这样使用，是因为在门诊的时候。 需不需要开抗生素，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决定。那有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医疗上面选择，是给我们很大一个参考。北医表示，不管是做预防射，也是抽血，拢是囡仔惊互医生看的压力来源，创造友善的医疗环境，就是希望互囡仔会当安心看医生。记者陈心龙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